大家好，我係黑爺。今次咧，其實咧，我除咗 robot 之外咧，我仲會拍唔同類型嘅影片嘅。不過咧，其實咧，我唔單單係拍 robot，我會玩其他類型嘅影片之外，你哋叫我拍咩，我就會拍。例如試食嘢嘅影片。總之什麼影片我都會拍嘅。呢部影片其實主要功用咧，通常應該係我最後一個有特別功用嘅影片嚟啦。只要你快速轉動，強調要快速地轉動你嘅熒幕，你就會見到有暈暈地㗎啦。下一個就係依個就勁啦！依個咧，只要咧你係咁碌，係咁轉方向，你就會見到有特別嘅事情出現。仲有最後下一個，依個咧就係波浪紋，你哋只要好專注一望實，你就會好似見到大海咁。最後就係依個，你望住依個10分鐘，你就會好似見到一道光。好啦，再見，係咁啦，拜拜。